两岸甲港澳的情势是变化了真紧。陆委会宣布，香港甲澳门来台湾居留新的规定，会增加国安的观察期。陆委会主委邱水正讲，除了强化咱国的安全管理的机制，新增加长期居留的选项，让香港人有一个新的选择，而且嘛唔免放弃香港的身份。 中共加强对台渗透手法也愈来愈集中。根据法务部分析，类型对传统的军事情报试探，扩张到发展组织甲因由军联合导航的影音，改善渗透也有科技乌坑。其中科技乌坑瞄准咱国高科技产业，伫类科罗炮活动上，陆委会海基会就特别摆档来宣导。 内科的很多厂商，他们往往都需要到中国大陆出差，所以我们就在这边发起一个登陆系统的这个活动。赴陆港澳呢，应该做更多的安全评估，做好安全准备。 邱水正讲，民众到大陆防不当流地状况，到即阵一共82件，提醒注意相关风险。虽两岸甲港澳情势快速变化，陆委会也宣布要调整港澳民众在台的居留甲定居制度，新增加长期居留选项，并且增加国安观察期。 香港的人口结构由于被中国大陆刻意的这个洗人口未来申请来台湾的各种的居留定居我们也要提高各种的安全门槛，一方面也提供我们香港未来新住民一个新的选择。 强化咱国安全管理机制以外，邱水正指出，长期居留，互香港人无一定爱申请在台定居，会使自由出入来往台湾工作。伫台湾的香港人也赞成，安尼一来会使免放弃香港身份，伫台湾生活永久有长久的所在。比较喜欢是长期居留的，我很喜欢这个地方，但是我自己来讲我觉得。 香港这个身份对我来讲其实蛮重要的。目前的做法很容易让中国透过特定的有心人士，然后用短短的1年时间来台湾居留，然后就取得我们的身份证。那这样子的风险，其实在这个2020年港版国安法开始实施之后，我们确实发现有这样子的疑虑跟风险存在。 学者认为，伫2020年港版国安法实施了后，中国对香港的控制加强，也可能经由台湾对港澳民众移回台湾进行渗透，然后确实需要加强来防范。记者综合报道。